如果说拜登是为了遏制、阻断中国崛起的话，特朗普的战略目的那更大，那是为了彻底打败中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他对中国的态度让许多中国人好像感到轻松了很多。这个特朗普他多次对中国表示了赞赏。在去年11月当选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当时就对中国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并表示他与咱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认为中美之间能够相互理解所有问题。此外，特朗普还特地邀请了中国的高层领导参加了他的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还有，他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也表示肯定，称中国的教育体系相当出色，甚至在香港问题上也表达了一些积极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从战略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言论实际上它是一种假意的奉承。这种奉承的话术是经常与商人之间的，他们通过恭维来获取利益。我们对特朗普的这些辞令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有2个迹象说明他的那些曲意奉承的话都是假话。第一个，他与普京通电话的时候说共产主义中国对美国边境构成了威胁，美方要优先应对此类安全的挑战。这话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威胁。第2个迹象就要看他如何来任命他的官员。怎么说呢？因为人事就是政治，一个领导人利用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他的政治的倾向。你看他现在的这些班子，国务卿卢比奥、防长海克塞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斯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反华的这些人员。所以在特朗普 2.0 时代，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任命了大量的对华强硬立场的官员。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来，特朗普现在是干什么？是在做与中国全面决战的准备。大家都以为他不想与中国进行大战，但是他的着力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未来在决战当中赢得中国。所以他现在的基本的战略部署是在中国的外围进行全面的部署，什么经贸问题科技问题外交问题先把这些问题他取得优势之后，在军事上再来下手。他要先度过美国这几年的低潮期，因为不管是美国的经济能力还是军事能力，尽管它是世界一流的，但未来3-4年之内，美国实际上总体能力跟过去相比是大大下降的程度。所以他现在是在寻找决战的机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麻痹大意，还是要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夯实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才能够立足于不败之地。别看他现在所谓不愿意与中国打仗，实际上什么呢？如果说拜登是为了遏制、阻断中国崛起的话，特朗普的战略目的那更大，那是为了彻底打败中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特朗普的这个本质看清楚了，不要被他的那些所谓的好话给战略欺骗了。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平评论，下一期再见。